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係智財投資學會嘅課程總監羅 Sir 羅振邦博士。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嗱，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智財 TV。咁啊，話說上個禮拜五，咁我哋喺智財 TV 咧個影片提及到恒指有一個嘅支持位嗱，絕不能破嘅。咁結果嚟講，喺今個禮拜咧，呢個恒指嘅支持位防守得都幾好，嗱都幾堅，咁啊都破唔到。咁啊，仲守得到之餘，仲出現咗個 V 型嘅反彈添。咁究竟現在 V 型反彈之後，係咪真係會一片向好呢？嗱，有啲網友咧都幾擔心下嘅。咁佢擔心未來嚟講，嗰幾日會唔會呢個嘅走勢裏邊又掉頭回落呢？如果真係掉頭回落，咁究竟再跌如果24,000點都穿咗啦，再跌下個支持位係幾多呢？嗱，因為我哋嘅智財 TV 咧唔係日日有得睇，咁佢驚到時咧冇人問啊，嗱，所以想我哋現在講下嗱，如果真係有大市跌穿24,000呢個嘅心理關口位，下個支持位係幾多？嗱，咁我哋今日咧就以呢一個做一個話題嘅。投資方面咧係要去學嘅，咁啊，如果想學投資課程方面咧，去翻我哋嘅網頁 3w.smartmoney.com.hk 去翻睇呢個嘅 Zoom 嘅錄影課程。咁現在嚟講，錄影課程咧係最受歡迎嘅。咁我哋錄影課程方面嚟講咧，有3個班，嗱，大家要留意下，嗱，黃牌有3個班。咁第一個嘅課程方面，留意到邊一個呢？嗱，就呢個嘅期權嘅贏家訓練班。嗱，期權嚟講咧，投資方面好靈活嘅，睇升、睇跌、睇牛皮方面都有策略用得到嘅。咁另一個咧就專攻短炒嘅，就期指特訓班。嗱，咁呢個就學期指方面有即日先同埋過夜買賣兩個盤路可以運用得到嘅。另一個咧就專針對講揾一啲嘅移動股，嗱，一啲移動嘅強勢嘅股票，咁通過一個嘅技術分析嘅篩選器作一個尋找嘅。嗱，咁呢3個係我哋嘅王牌課程。如果大家想學下投資方面咧，多啲留意下啦，去翻我哋嘅網頁裏邊詳細了解下課程嘅內容嗰個狀況啦。大家見得到現在呢個嘅恒指圖係日線圖嚟嘅。今日嚟講係2026年6月12號，恒指收市價係24,718點，咁今天係升咗469點，成交方面咧係3,164億，咁啊總結今個禮拜裏邊係跌咗244點嘅。嗱，咁我哋話嗰個嘅支持位係邊度咧？嗱，我哋上個禮拜提及到嘅支持位，咁我哋其實上禮拜裏邊提及嘅重要支持位唔可以破嘅係邊一個咧？其實咧就呢度嚟嘅，嗱，就呢個嘅支持位，好，就呢一度呢一個支持位。嗱，呢個支持位方面咧係24,204點，咁啊屬於呢個咧係3月23號嘅一個低位，咁即係話喺呢個嘅中東嘅局勢戰爭個階段出現咗一個嘅低位，就24,204。咁不過可惜後來嘅走勢嚟講咧，由呢個嘅高位反彈之後就再回翻落。咁我哋之前提及到上個禮拜嘅狀況，就話呢個嘅戰爭出現咗個低位，就我哋嘅重要嘅防守位唔可以跌破嘅。咁結果嚟講咧，昨日禮拜4個走勢咧係試過回過落去去到24,000個階段。不過咧後來上翻嚟，咁上翻嚟個收市價咧係高於24,204點嘅。嗱，所以你見到昨日呢個狀況咧個走勢咁樣有隻腳嘅呢個狀況。咁我哋話昨天嘅收市嚟講，咦，高於24,204收市喎，咁即係話呢個位有冇破到呢？其實係冇破到嘅。我哋好多時就話以收市價為準嘅，以收市價為準。所以嚴格嚟講，我哋話昨天嘅走勢係試過呢係去到24,204樓下。不過最重要以收市為準，個收市方面嘅價格嚟講，去翻係24,249。嗱，昨天嘅收市價就呢一部分，咁所以以收市價嚟講咧，咁基本上係冇破到，嗱，亦都防守得到。好啦，直至到現在嚟講，今天你見得到咧，有個嘅形態出現咗，有個 V 字走勢 ，V 型嘅狀況。嗱，我哋叫呢一個嚟講咧，一個嘅 V 型嘅走勢。我哋話 V 嘅意思係邊一個咧？所講呢一部分，一個 V 字嘅狀況，嗱，一個 V 型嘅走勢。嗱，所以出現咗一個 V 型嘅底部，嗱，喺今天裏邊有個嘅反彈向上。好啦，咁你話呢個 V 型嘅狀況靚唔靚咧？嗰個走勢嘅嗰個變化，其實咧唔係咁靚嘅。如果真係要靚嘅階段嚟講，一個完美嘅階段，
咁其實咧呢個嘅 V 字係點樣為之最完美咧？嗱，我哋話如果真係要有一個嘅靚嘅狀況，好嗱呢一個咁樣，雖然個陰燭，好嗱呢個黑色嘅係陰燭，好啦，跟住昨天嘅有個嘅探底線，嗱紅色呢個係陽燭嚟嘅，有個探底線，好咁樣，好啦，跟住再係今日，雖然一個嘅陽燭，而呢個陽燭嚟講個收市方面咧係會再高於之前兩日嘅一個陰燭。嗱，咁呢一個嘅 V 字嚟講咧，就最完美啦。嗱，所以我哋話 V 型嘅走勢裏邊靚唔靚咧？今日你見到呢個嘅狀況，其實唔係咁靚嘅嚇。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講完美嘅靚咧，其實呢個 V 字最靚咧就係咁嘅狀況。咁所以小心啲，呢個嘅今天嘅狀況有個上升469點嘅狀況，咁小心些少，因為有時驚呢啲咧係曇花一現，驚一旦掉翻轉頭又落翻嚟。咁所以有啲網友問及到，一旦個市，咦，如果真係落翻嚟，甚至乎穿埋琴日嘅低位呢個嘅24,000，咁再落去到幾多咧？嗱，所以就問我哋呢個問題。咁我哋跟住咧就會再接住講下，如果真係24,000點破到再落去嘅下個支持位係幾多？嗱，咁我哋呢個咧就作一個嘅預先嘅提及先嘅，同大家係好啦。咁我哋點樣揾呢個嘅支持位咧？我哋要喺現在呢個圖裏邊咧改變些少。嗱，我哋要將個圖咧由呢個嘅現在所睇嘅日線圖轉翻睇一個嘅周線圖。我哋睇翻周線圖嘅狀況。嗱，咁呢一個咧就係恆指嘅周線圖。周線圖嘅意思就一條嘅巴代表係一個禮拜，我哋視為周線圖。好啦，咁我哋現在咧畫一個嘅形態嘅狀況先。好，我哋現在畫一個形態狀況先。咁啊點樣畫咧？好，我哋就咁樣畫法嘅。好，我哋就攞呢個高位同呢個高位連埋去。好啦，做一個嘅平行嘅通道。好啦，咁現在呢個走勢嚟講，出現咗咩嘅形態咧？我哋就話呢個叫做係下降嘅軌道，一個嘅下降嘅軌道。好啦，咁呢個嘅下降軌道形成有個支持位係邊一度咧？其實咧就呢度嚟嘅個支持位。好啦，個支持位方面嚟講咧，就呢度。好啦，個價位方面就係23,325點。嗱，所以如果大家問及到一旦24,000點失守，下個支持位係幾多咧？其實就通過呢個嘅周線圖方面咧去作一個推測。個支持位就用翻呢個嘅下降軌道作一個考慮。咁個支持位就係23,325點。嗱，所以大家留意下，如果真係個市唔對板掉頭回落嘅，落到幾多先有支持咧？就係呢個嘅23325。嗱，大家多啲留意下喺技術分析裏邊咧，相當之好用嘅。對於了解個走勢方面啊，一啲嘅分析點樣睇阻力與支持啊，呢啲大家要多啲去學習理解下。我哋亦都有啲嘅技術分析班嘅，咁大家想學習咧，可以學好啲啊。咁啊，將來投資一定有幫助嘅。如果大家喜歡今集內容嚟講，記住喺 YouTube 裏邊咧訂閱喎。嗱，訂閱咧係免費㗎，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你會收到最快資料嘅。咁如果覺得喜歡，俾個 like 我哋添啦，或者可以分享下俾你朋友。嗱，咁你朋友中意睇，咁有時大家可以研究下嗰個走勢分析，亦都係個樂趣嚟㗎。好啦，下集再見啦，拜拜。我哋嘅投資課程方面嚟講呢，嗱，有期指啦、期權、股票、窩輪同埋技術分析嘅。嗱，課程內容嚟講，可以瀏覽我哋嘅網頁3w.smartmoney.com.hk。大家記住咯，學好投資，早啲退休，享受人生啊！